徛在地看世界，来看日本，为今仔日开始正式来解除民众看悬耍动的禁令。这个疫情相对较严重的东京甲北海道等等的地区，打来会当互相往来咯，等于是来解除掉全国的紧急状态。这个日本职棒联盟的新球季，嘛伫今仔日来展开。虽然讲这个现场是以无观众关门的方式来进行比赛，但是球迷也是真期待。 東京池袋の東武百貨店です。食品フロアなどはすでにオープンしていましたが、屋上のビアガーデンは今日ようやくオープンします。有足真久啊，即马东京的人嘛会使到其他县市去佚佗，自由出入各种的消费场所啊。への観光旅行にも人との間隔を取ることに留意しながら出かけていただきたいと。 日本5月25解除全国的紧急状态，不过疫情相对严重的东京都、埼玉县、千叶县、新内川县、甲北海道同款有限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昨表示讲，为了进一步提高社会经济活动，决定放宽各种防疫措施。不过东京伫昨佫新增加41例确诊，最近这一礼拜总共新增加228例确診。 家业生活场所有关的都有96例，占总体4成。41名という数字、大きい数字だと思いますが、そのうち濃厚接触が分かっているのが19名であります。日本政府嘛伫考虑恢复大规模的演唱会活动，不过上限依然只有1000人。日本职棒新球季嘛伫6月19开幕，现阶段将采取不开放观众入场的闭门比赛。